皇上，启禀皇上，经过连夜拷打，那些刺客依然没有一个人招供的，有几个还咬舌自尽了。毕竟是死士，也算忠心。这样的人，朕是尊重的。传令下去，咬舌自尽的那几个死士，找个地方好好埋葬吧。皇上，那些人都是弑君之罪呀！朕从来不在乎这些蝇头小事。你应该更清楚，真正有弑君之罪的人是谁。现在，能不能问出幕后指使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所谓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去吧，把九王找来。是。朕没有想到，你真的会弑君。既然生在帝王家，这些都是注定的。没错，你和朕是生在帝王之家，有许多的身不由己，但这并不代表你就应该去争取命里没有的东西。同样是成祖的孙儿，难道命里注定我就不该受到他的宠爱？同样是德才兼备，心怀天下，难道命里注定我就不能成为君王？朕知道，你一直不信宿命，但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即便你只信事在人为，到如今也没有资格再说什么了。今日落在你手上，我就没想过能苟活。告诉你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张鹏鹏，但是这次并不是为了得到的，而是看到他在你给他的皇后位子上过得并不快乐，也不安稳。我只是想让他更快乐。你可知道，张鹏鹏也是与你这一世最没有缘分的人。她注定是朕的皇后。如果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，那你便是害了她。原本她可以安然无忧地做一个皇后，你要如何处置我，尽管冲我来，不要再牵连其他人。来人，在！把九王关押起来，听候处置。是。不要碰我，自己会走。皇上，臣已经命我三儿子杨素亲自安排好对九王的看押。此事与皇后定是脱不了干系。皇上，您不是要废后吧？朕早就想废后了，只是对张鹏鹏，朕一直狠不下心来。臣该死，臣不该在此时提起此事。
这一封是交给太皇太后的信，信中说朕遇刺中了毒，请宫中的太医研制好解药，差人送来。这一封是给皇后的字条，最后一次，朕倒要看看与张鹏鹏之间，朕能不能独赢。娘娘，马已经走不动了，咱们歇一歇吧。是啊，娘娘，刚才有好几次我们这匹马都差点撞树上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人仰马翻的。我知道你们都辛苦了，可是皇上等着咱们去救命呢。我们已经日夜兼程8天了，就算人能硬撑着，马也走不动了，歇一歇才能走得更快些。行了，大家都累了，那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来，来，那边马都牵过来。哎，来，这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走，歇会儿。娘娘，您别太担心了，你要相信皇上，他吉人自有天相。我明白，尽人事知天命。可是我就怕在我这个环节上，耽误了他的性命。哎，你说，哎。此次朕走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你会舍不得朕吗？